大家估唔估到今日排呢條隊去邊呢？答案係傳統嘅馬戲團啊！呢個表演真係睇到大家都好緊張啊！
完呢個咁緊張嘅表演之後，係中場休息。我以為完添，原來仲有咁多表演，我手機冇位拍啦。最後到壓軸嘅電單車表演，真係好勁啊，好危險㗎嘛，得咁細個空間。3架都好多啦，仲要5架喎。我想講佢哋仲要冇戴手套咯，即係如果有咩意外嘅話就今晚呢個表演非常之好睇啊！呢個場地因為係臨時興建嗰啲，所以就係嗰啲木板凳、木板地下嗰啲。跟住隔籬嗰啲小朋友呢，就非常之興奮啦，非常之跳嚟跳去啦，尖叫就全場都不斷尖叫啦。跟住仲有幾下呢，就發到我塊面咁樣咯。今晚呢個經驗呢，好似俾我個感覺就係去咗睇戲嗰啲美國嗰啲馬戲團表演咁樣，好近距離啦，然之後好歡樂，啲小朋友一齊玩咁，唔係恐怖片嗰種。